兄姊妹，俾我有呢一個嘅榮幸啊！喺第一次嘅朝頭早9點半嘅粵語崇拜當中，同大家分享神嘅話語啊！願榮耀歸俾神，亦都係求主特別賜福呢一個嘅崇拜啊！願意更多我哋講粵語嘅朋友弟兄姊妹咧，都知道呢度有一個嘅敬拜嘅地方，喺處嚟到傳揚神話語嘅地方，有團契嘅地方，傳福音嘅地方，能夠更多嘅人能夠加入叫主嘅恩典越發嘅顯多。我哋今日所要分享嘅主題就係雅各嘅重大嘅決定，雅各嘅重大嘅決定。有人話係每一個做老師嘅人呢，每日要做幾多個決定？你估下幾多啦？曾經係有一個咁樣嘅研究嚇，呢個研究就係研究老師每一日要做幾多嘅決定。因為係好難想像喺呢個1960年代有一個人叫做 Philip Jackson， 係一個社會學家。咁佢呢就去觀察一啲小學老師，就睇佢哋點樣去上堂去教學生啊。咁佢坐喺樹睇，佢發覺呢，其實每一堂課呢，差唔多1個鐘頭呢，嗰啲老師都要回答或者回應佢個學生呢200個到300個嘅問題，都係要做決定嘅。老師咁樣寫啱唔啱啊？昨日我冇嚟，有啲教咗啲乜嘢嘅內容啊？又或者呢個問題點樣解釋啊？小學生每1個小時呢，有200到300個問題。換言之，一日裏邊呢，一個小學老師呢，就要回答1500個問題。你話哇，邊個能夠承受呢啲？如果你覺得做老師嘅人暑假係可以放假，係一件真係優差呢，係好唔公平嘅事呢，咁你就唔明白，其實佢哋係好需要離開學校嘅，佢哋係好需要離開嗰個環境，因為呢，佢哋會有一種叫做 decision fatigue， 作決定的疲勞啊，作決定的疲勞。你想一想，如果你每一日你嘅仔女嚟問你幾個問題，你或者係好有耐性啦，但係有一啲嘅父母就話：唔好問啊，問咁多，你都應該知道啦。但係做老師係要咁樣。而雅各今日咧面對一個好大嘅人生嘅決定。好，我哋請睇下一章。雅各佢嘅家庭咧，原本係一個好蒙福嘅家庭。佢嘅爸爸叫做 Isaac， 叫做以撒。佢嘅阿爺咧叫做亞伯拉罕。亞伯拉罕因為佢信神，神就賜福俾佢，叫佢係嚟到迦南地。雖然間寄居咧，佢係非常之富有。後來亞伯拉罕離開世界，將呢一個神嘅賜福咧，就傳俾佢個仔以撒。咁以撒咧都好蒙福嘅。以撒咧，如果我哋聽過咧以撒嘅故事咧，就係佢喺少年嘅時代咧，佢爸爸亞伯拉罕將佢要獻為祭嘅時候咧，佢都係願意孭住嗰啲柴咧走上山咧。佢唔知道要獻為祭嘅就係佢自己。後來神咧就話俾亞伯拉罕聽：你唔需要將以撒咧嚟到獻為祭物，我係試驗你嘅。咁以撒咧就從小就係蒙福啦。後來亦都娶咗個好靚嘅太太，叫做 Rebecca。我哋在座應該係冇人叫做 Rebecca， 係嘛？咁咧，以撒佢喺40歲嘅時候先至娶到阿 Rebecca。當時嘅以撒係一個好安靜嘅人。聖經裏邊話，亞伯拉罕派佢個僕人，最可靠、最年老嘅僕人去同以撒揾太太，就揾咗 Rebecca 利百加翻嚟。當時以撒係喺田間默想啊，佢係一個沉靜嘅人，係一個安靜嘅一個人。佢結果娶到佢太太咧，亦都好好。後來佢太太咧
Rebecca 咧就冇生養，咁佢咧就為佢太太祈禱。Rebecca 咧就生咗呢個孖仔，一對孖仔，就係以掃同雅各啦。咁當時咧因為佢係生兩個仔孖仔啊，咁咧兩個仔咧喺佢個肚裏邊打交摔角點解話摔角咧？因為佢生出嚟嘅時候咧，雅各就捉住以掃隻腳咁樣生出嚟嘅。咁當時咧，神就話俾利百加聽，將來咧你呢兩個仔咧，嗰個細嘅咧就要去大過嗰個大嘅，即係話咧細嗰個咧先至係長子啊，將來咁樣同佢講。咁以撒好啦，經歷過好多嘅事，佢去種田咧，聖經話咧佢有100倍嘅收成。嗰啲非利士人咧塞住佢嗰啲井，亞伯拉罕以前挖嘅井傳俾以撒咧，嗰啲當地嘅人咧塞住嗰啲井，讓佢冇水。咁以撒又挖第二個井，挖咗幾個井，總共挖得4個井。卒之咧，嗰啲人咧就話：真係冇辦法啦，即係神賜福俾你。第4個井咧，就利百河卒之佢就安定喺嗰度啦。佢就成為一個好富有嘅人。但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咧，呢個雅各嘅家庭咧，後來咧就有啲唔好嘅事。點樣呢？以撒後來年紀大啦，年紀大嘅時候咧，老眼昏花，睇唔到啦。咁佢到要諗到自己要離開世界嘅時候咧，佢就要為兩個仔嚟到祝福將亞伯拉罕嘅福氣傳俾下一代啊！佢明知道咧，神咧係揀選雅各呢個第二個仔嘅，佢亦都知道咧呢個長子以掃為咗一碗紅豆湯咧，將長子嘅名分賣咗俾個細佬雅各，但係佢都係要祝福長子以掃。點解咧？因為佢中意以掃，而佢太太咧亦都偏愛佢嘅仔雅各。所以呢對父母咧，一個咧就中意大仔，一個中意細仔。你哋會唔會咁樣咧？或者總之以撒咧喺祝福之前咧，佢話：以掃，你去外邊打獵，做一啲野味俾我食，等我食飽咧，我就嚟祝福你啦。咁樣，結果呢句説話咧就俾太太利百加聽到。利百加係偏心，利百加就暗中就話俾雅各即係第二個仔雅各聽，而家爸爸要祝福啦，好似將呢個屬靈嘅遺產俾你哋啦，你快啲去咧假扮成為你哥哥以掃。佢話唔得啊，我咁樣佢，佢會嬲啊，佢會唔中意啊。利百加呢個媽媽咧，真係佢話有乜嘢咒詛咧，就臨到我身上。佢咁樣一講咧，結果佢係想唔到後來嘅結局嘅。咁雅各咧就披咗羊皮，就攞住媽媽煮過一碗好食嘅食物咧，就係咗佢爸爸以撒。以撒老眼昏花，祝福錯咗。後來以掃知道咧絕望啦。呢個以掃俾人係好無辜嘅。其實以掃早已經因為貪食嗰一碗紅豆湯咧，係將長子嘅名分俾咗佢細佬啦。而且以掃咧仲娶咗2個當地嘅迦南人咧，呢個亦都唔係神嘅意思嚟嘅。所以以掃其實係自己放棄咗，但係佢好嬲，佢話等爸爸離開世界之後，我就要殺死我呢個細佬雅各。故事就咁開始啦。所以一個原本係好蒙福嘅家庭，佢係因為呢個爸爸佢嘅糊塗，佢嘅可以講係靈性嘅退後，亦都因為媽媽嘅偏心同埋欺騙，仲有雅各佢本人咧亦都講大話。當以撒祝福嘅時候問佢：你明明係你把聲咧就係雅各，但係點解你嘅皮膚係以掃嘅咧？佢講咗好多個大話之後咧，得到咗爸爸以撒嘅祝福。結果呢個家庭咧就破裂啦。
首先呢個哥哥以掃就話：我將來我要殺死呢個細佬。而呢一個利百加呢，佢亦都聽到以掃講咁嘅説話，佢就話：雅各，你而家只有一條路啦，你走啦，你走啦，你離開呢個家啦，或者過一段時間，你哥哥嘅憤怒啊，係嗰種嘅憤怒消退之後呢，你先至翻嚟啦，咁樣。然後利百加呢，又同丈夫以撒話：哎呀，呢個大仔以掃娶咗兩個迦南人，激死我啦！不如叫佢翻去我哋鄉下。利百加嘅鄉下叫做哈蘭，喺500里以外嘅地方。當年利百加行咗500里路嚟嫁俾以撒嘅。於是雅各就要離開屋企啦。呢個故事就咁樣開始啦。而雅各人生嘅決定嘅時刻咧，亦都嚟到啦。好，我哋請睇下一章。一個本來蒙福嘅家庭，卻係變咗要分離啦，而且係隱藏住將來嘅危機啦。呢一段經文只有幾節啫，咁我哋嚟睇到嘅話呢，請大家同我一齊讀啦。雅各出了別是巴，向哈蘭走去，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裏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枕在頭下，在那裏躺臥睡了。哇，真係都幾凄涼係嘛？你有冇試過用石頭做枕頭啊？呢一個雅各，聖經裏邊話佢個人呢係為人安靜啊，佢個人好靜嘅，就常在帳棚裏啊。以今日你嘅説話嚟講呢，就係一個 introvert 啊，好內向嘅，中意諗計，中意煮嘢食嘅呢個雅各，佢煮嘅嘢食都好好食嘅嚇。因為佢煮咗碗紅豆湯，所以佢就呃咗個長子名分翻嚟。你中意喺屋企嘅啊？呢個男仔咧內向嘅，但係而家被逼啊，因為佢做錯事啊嘛，因為佢得罪咗阿哥哥以掃啊嘛，以掃話要殺佢啊嘛，佢只好逃亡啦。去邊度最安全呢？咁呢個媽媽咧就話去我鄉下哈蘭啦。哈蘭呢個地方500里，而家500里坐飛機1個鐘頭到啦，係嘛？以前嘅500里要行幾多日子啊？所以佢臨行嘅時候，爸爸媽媽即係以撒同埋利百加能夠俾啲咩佢呢？又唔能夠俾以掃知道啊，否則係追殺佢。所以就一個人就離開呢一個富裕嘅屋企呢，就出發啦。臨走只有一樣嘢得到，就係以撒再一次為佢祝福啊，願意神啦幫助你啦，叫你喺哈蘭呢個遙遠嘅地方揾到個好太太啦嚇，你走啦，神與你同在啦咁樣。大家有冇試過出門嘅？你離開香港嘅時候，你屋企人同你講乜嘢？有時喺飛機場咧見到啲人喺度喊，有冇見過啊？我上次我同我太太喺香港嘅飛機場話：哎呀，呢啲一定係移民啦！哎呀，一家人喺度喊啊！呢喺飛機場係常見嘅事情。以前呢，我記得10幾歲嘅時候呢，喺香港嗰時候能夠出嚟去美國加拿大讀書移民咧，覺得係一件真係好似生離死別咁重要嘅，因為呢幾十年前呢，嗰時候我哋教會呢就中意唱一首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就係願主的愛與你同在，無論你在何方。有冇聽過啊？可能都有聽過嚇。其實係一首英文流行曲，叫 Carry On 改編嚇。你聽過啊？咁年紀同我差唔多喎嚇。咁咧願主的愛與你同在啊，無論你在何方，即係有啲好似好凄涼。而家呢個雅各又幾凄涼，因為前邊自己犯嘅錯誤，欺騙哥哥，欺騙爸爸，又俾呢一個咧媽媽咧嚟到教唆佢講大話。而家咧咩都冇啦，而家只有一個人出門啦，行到好遠嘅地方去啦，離開咗別是巴。別是巴係一個富裕嘅一個家庭環境，向哈蘭走去500里以外嘅地方，去咗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山啦，
咁就瞓啦。有冇 hotel 呢？冇，就瞓喺地上。有冇枕頭呢？冇，攞塊石頭做枕頭。有人話咧，呢個石頭做枕頭呢都唔係好奇怪，因為呢喺嗰啲荒野嘅地方好危險啊，係愛嚟防身嘅。如果有壞人嚟呢，嗰塊枕頭就係你嘅武器啊！嗰個石頭愛嚟抵擋強盜咁樣。但係總之就係瞓喺地下度啦，然後喺嗰度就躺卧睡了。以往嘅過失造成今日一個孤單嘅旅程。呢一個地方原先叫做路斯 Luz。呢個地方呢，距離佢別是巴已經有60里咁遠啦。換句説話講，佢已經行咗可能係唔止一日嘅路噶啦。一日行唔行到60里咁遠啦？可能係2-3日噶啦。咁佢喺一個孤單嘅地方，一個太陽落山，瞓住一個石頭做枕頭嘅情況底下，佢有嘅係乜嘢呢？佢有嘅就係回憶啦，同埋爸爸臨行嘅時候俾佢嘅祝福，就係咁多。喺一個困難嘅處境，我同大家曾經提過，就係下半年呢，我都想同大家多嚟到思想聖經裏邊嗰啲嘅移民啊。而家呢個雅各呢，都算係一個移民啦，佢必須離開佢嘅家鄉啦。但係神呢，唔係話只係喺別是巴嘅，神仲喺任何嘅地方。我哋請睇下一章，跟住呢，經文呢就咁樣講啦。佢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着天，有神嘅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好啦，就喺呢度。呢一節經文話俾你聽，到佢瞓着嘅時候，佢夢咗一條梯。呢條梯呢，我哋唔好以為爬樓梯，呢條梯呢應該係個樓梯級嗰種嘅梯，因為呢有天使喺度可以上去可以落嚟嘅。咁咧，佢見到呢一條梯嘅時候，佢覺得好稀奇啦。見到有神嘅使者又上去又落嚟，好似好忙碌咁樣。然後呢，佢又見到神呢站在梯子以上喎。嗱，其實個梯子以上，我哋嘅中文聖經可能有一啲呢都有個括號，就係神在他身旁，神喺佢身旁同佢講嘢。咁我哋如果淨係睇冇括號嘅呢，就係神喺梯子上邊。總之，佢而家見到一條梯，係佢意料不到。喺新約聖經裏邊，耶穌佢話：我就係呢條梯。約翰福音第1章第51節嗰度話，又說耶穌話：我實實在在嘅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就耶穌嘅身上。意思係咩呢？意思就話其實喺神同人之間，保羅佢話只有一位中保，就係耶穌基督。呢個神同人嘅交往，睇上嚟係一條樓梯，其實係一個人，就係神嘅兒子耶穌基督。藉住耶穌基督，人同神可以交往，神係透過耶穌基督係對人嚟到說話。但係當時雅各所睇到嘅係一條梯，係一條梯，佢當然唔明白。跟住佢睇到有天使咧上去下來，咁啲天使做乜嘢呢？喺上希伯來書嗰度話第1章第14節，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嘅人效力嗎？所以其實天使係神嘅使者，佢哋落嚟地上做乜嘢呢？佢哋嚟執行神嘅旨意，喺處做咩呢？係為嗰啲將要承受救恩嘅人效力。我哋睇唔到天使，但我哋相信在我哋人生中，神好多時候派遣天使嚟到保護咗我哋都唔知道。上去下來，神唔單止係關心人，而且神仲派佢嘅天使上去下來，係為人嚟到做事。
呢一次係雅各第一次遇到神，以後仲有5次㗎嚇。雅各第一次遇到神，喺佢嘅人生中，以往只係有呢一個富有嘅爸爸以撒，仲有偏心特別愛佢嘅媽媽利百加。而家佢咩都冇，但係喺一個人咩都冇嘅時候，喺一個人特別孤單嘅時候，反為佢遇到神。其實神一直都喺度，神一直都愛佢，一直係要賜福俾佢，不過佢聽唔到啫。我記得當我離開香港去到台灣嘅時候，大家會記得旺角彌敦道吧？旺角有幾旺呢？彌敦道真係夜晚你落到街裏邊都有好多好多嘅霓虹燈㗎。成日都有人㗎，有車㗎，我就係嗰種嘅環境裏邊咧嚟到生活，嚟到長大嚇。後來我去到台南縣 County 同埋台南市嘅交叉嘅地方，我可以係踩單車咧就去到飛機場咁近嘅地方。沿途咧好多嘅甘蔗田咧都好高嘅，一個好孤單嘅地方。一個好安靜嘅地方，唔係話冇人住，都係有人住嘅。但係咧，到夜晚，每個人都返屋企㗎啦。嗰種嘅感覺，我可以稍微體會到雅各佢嘅心情，就係從一個好安逸嘅一個時佢可以喺帳棚裏邊嘅，唔知佢做乜嘢，或者諗嘢，或者煮嘢食啦。總言之，媽媽好錫佢嘅，爸爸又好由得佢嘅。咁樣嘅環境，去到一個離家60里以外，仲有幾百里要行嘅地方，咁安靜、咁寂寞嘅地方，佢反為係遇到神。因為喺呢個霓虹燈底下咧，你睇唔到天上嘅星嘅。如果你周圍好多人嘅時候咧，往往你聽到都係人嘅聲音，而唔係神嘅聲音。神要同你講嘢嘅時候呢，可能我哋都聽唔到，因為太過多聲音。呢個時候呢，佢見到呢一堂梯，佢知道原來天地之間有一條梯。佢亦都見到天使上去落嚟，以往佢都睇唔到天使啊。仲有最重要，佢見到神喺梯子以上。剛剛同大家講過啦，有一啲聖經裏面有括號寫住呢，站在他旁邊。原來神同佢咁接近㗎，原來神係要同佢講嘢㗎，但係佢以往佢聽唔到，佢太多自己嘅詭詐同埋計劃啦。神顯現同佢講說話。你話神點解要同雅各顯現呢？因為好簡單，因為神愛我哋，神係時時喺度等待住我哋，尋找住我哋，要同我哋講說話。我哋請睇下一章。下一段經文呢，或者細咗啲喎，咁我哋呢可能睇唔到啦，因為我打得太細啦。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裏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呢個時候，神同佢講乜嘢呢？神同佢講呢幾件事。佢話：我係亞伯拉罕、以撒嘅神。仲未曾係雅各嘅神喎，到咗後來嘅聖經呢，就話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係咪啊？而家呢冇，而家仲未曾。而家神話我係亞伯拉罕、以撒嘅神，仲未曾係你嘅神啦。咩意思呢？話俾佢聽，你所聽到嘅，你嘅阿爺、你嘅爸爸同你所講一切嘅見證，就係我咁樣嚟到恩待佢哋，帶領佢哋噶啦，就係我呢一位獨一嘅真神啦。
亦都話俾佢聽過往嘅見證都係真嘅。有時我哋聽到好多以前嘅聖徒嘅見證，話神點樣嘅真實，點樣嘅奇妙。而家卒之雅各佢自己親自嘅遇到神啦。雖然間神係亞伯拉罕、以撒嘅神，卻還不是雅各的神。直至到雅各自己話：你係我嘅神。每一個人都唔能夠只係靠住父母嘅信仰而成為一個好自然咁樣嘅基督徒，佢自己必須要做一個決定。有人話神有兒子，但係冇孫，意思即係話你唔會自己因為你爸爸係基督徒你就係基督徒，你自己要決定做基督徒嘅。好啦，咁亦都代表住就係話，以往你所聽到你阿爺講嘅，你爸爸講嗰啲嘅奇妙嘅事情呢，就係我做噶啦。喺呢個時候，佢可以講佢係被神所提醒，佢明白咗原來神係真。然後呢，神就同佢講啦：我呢亦都會賜福俾你。所以前邊所講嗰啲嘅祝福，以撒話我要將亞伯拉罕俾我嘅福氣，我都傳俾你啊，係真嘅。神同佢講：我要賜福俾你，我要喺幾方面賜福俾你？呢三方面：地土、後裔同埋你會使到萬族都得福嘅。你會蒙福，你亦都會使別人嚟到得福。佢承受呢啲嘅福氣，佢話我會俾你。當神同我哋講說話，當我哋聽到神同我哋講說話嘅時候，神都係向我哋顯出佢嘅奇妙，佢嘅應許。對於以色列人，對於亞伯拉罕、以撒到現在嘅雅各，佢哋嘅福氣就係呢三樣嘢，就係地土、後裔同埋福氣。而家神話我要將呢啲嚟到俾你，唔單止咁樣，我仲答應你呢。現在我會與你同在。我相信對於一個出門在外嘅人嚟講，最開心、最得安慰嘅就係話神與你同在，因為佢已經唔能夠同佢爸爸媽媽喺埋一齊啦。佢已經孤單一個人喺曠野裏邊，喺遙遠嘅路途上邊。神話我同你喺埋一齊，我與你同在，我都會保佑你，我都會喺你去嘅路上邊嚟到保佑你，我亦都會帶翻你翻嚟。所以呢啲嘅過去嘅見證，將來會俾你會承受嘅福氣，以及現在你所面對嘅環境，我與你同在。呢啲何等寶貴嘅應許，就如同今日我哋所聽見嘅耶穌基督嘅福音，話俾我哋聽點樣點樣。我記得當我20幾歲嘅時候，都仿如昨日呢。你哋唔覺得都係嘛？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嘅教會，有幾個年青人，有一啲仲讀緊大學，有一啲已經大學畢業。咁佢哋呢就有一個嘅詩歌班，呢個詩歌班呢就去佈道啊！佢哋唱詩歌佈道，咁呢就係唔知點解呢，就係唔知邊個人介紹邊個人呢。咁我哋就認識。佢話：阿何傳道啊，嗰陣時我唔係牧師啦，何傳道，我哋去詩歌佈道，不如你同我哋一齊。嗱，我哋又唱歌，你又佈道啦，咁樣。哇，我都好緊張嚇。咁但係我都去啦，就去咗喺台灣嘅幾個教會嚇，有中部嘅，有南部嘅。咁佢哋唱詩歌，唱完詩歌啦，我就上台講一啲福音嘅信息，然後咧就呼召邊個人信主咁樣。咁啊，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咁當中咧學唱咗一首歌，我相信咧就廣東話好似係冇嘅，咁但係咧好優美嘅。咁最近咧我喺處預備呢一個信息咧，我想起呢一首歌，叫做我知我何往
我知我何往。個歌詞係咁樣，佢話以前我曾經彷徨，不知去何方，生命充滿心碎、疲倦和迷惘。忽然有愛的聲音輕輕告訴我，天上有個地方是我的家鄉，只有在那地方金錢不能稱王，耶穌在那地方為我備妥當，街上黃金閃亮，珍珠地門長，那裏沒有黑夜，只有白日光。朋友，你若尋找生命的意義，世上唯有耶穌才能告訴你，他是道路真理，信他莫遲延。讓我們一同去天堂美好地。副歌呢咁樣講，佢話從此不再憂慮，我將往何處去？因為耶穌是我朋友，常在身邊細語。從此不再缺乏，一切由他供給。因為耶穌為了救我，捨棄他自己。嗰時候呢，就係咁樣嚟到去傳福音，咁都有。唔係好多，都係有人呢嚟決志信主。我覺得係人生中呢一件好美好嘅一個嘅回憶。咁咧去年呢個邀請我去嗰班年青人，其中呢嗰班年青人所歸屬嘅教會嘅牧師已經安息啦。佢個女呢嚟到美國羅省，喺教會裏邊呢，喺某一個教會我哋遇到佢話你係邊個？哦，係啊，我就係邊個啊？我就係何國強啊咁樣。佢話係真係，好似瘦咗喎咁樣。當年好肥咁樣。我就講翻起當年嘅事啊，而家已經幾十年過去啦。但係神係有寶貴嘅應許。當呢個雅各聽到神俾佢嘅呢啲應許嘅時候，有啲乜嘢嘅回應呢？今日想同大家講嘅就係呢個雅各佢點樣嘅回應，喺佢孤單嘅日子裏邊，喺呢個孤獨嘅旅途上，佢聽到神同佢講說話，佢見到天梯，見到天使上去下來，佢忽然間嘅人生呢，就有一個好唔一樣嘅一個嘅未來啦。但係問題就係佢有咩反應呢？有啲咩嘅決定呢？以往嘅人生真係可以講係亂七八糟。佢欺騙佢哥哥2次，佢哥哥要殺佢，佢媽媽咧偏心對佢，佢爸爸咧已經眼都睇唔到啦，祝福都祝福錯咗啦。現在佢嘅離開家門呢，反為讓佢有一個新嘅機會，就係神同佢講說話，佢聽到啦。我哋請睇下一章，佢就做咗一個好明智嘅決定啦。聖經話雅各清早起來，佢17節先講啦。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真在這裏啊！我竟然不知道，就懼怕，話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門啊！雅各清早起來，將所枕嘅石頭立作柱子，澆油在上邊。他給那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佢可以聽過伯特利 Bethel。今日喺基督教裏邊都係一個好常常聽到嘅名字啊，伯特利，意思就係神嘅殿。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就許願，佢話神若與我同在。嗱，呢個神若與我同在 ，if 如果神與我同在，在我所行嘅路上保佑我，又給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嘅返到我父親嘅屋企呢，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我所立為柱子的石頭也必作神的殿。凡係你所俾我嘅，我必將1/10獻給你。當晚嘅事情就咁樣結束。第日佢繼續係往前行。但係呢一段裏邊所講嘅雅各嘅反應，雅各嘅幾種反應。首先，佢非常之驚訝，佢瞓醒咗，佢話原來神真係喺呢度，我竟然間唔知道，佢就懼怕。我相信任何人見到神都會懼怕，佢當然懼怕。
但係佢而家知道嗰個係一個夢，佢而家醒返，佢話竟然間唔知道神喺呢度，呢個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嘅殿，也係天嘅門啊！佢第一個反應就係驚訝，就係敬畏。聖經裏邊有一啲嘅人，佢遇到神嘅時候，第一個反應都係好驚，都係好驚，因為神實在太過榮耀，太過聖潔，係我哋呢一啲世人呢係不能靠近啊！但係佢話竟然間我見到神，所以第一個反應就係佢係發現神係真嘅，原來神係真，神仲喺呢度添，然後佢驚。箴言書第1章嗰度話，敬畏耶和華就係智慧嘅開端。當一個人承認有神，當一個人佢敬畏神，佢嘅人生就係一個新嘅開始啦。佢係尋晚發嘅夢，真係可怕。原來神真係喺呢度，呢度係神嘅殿啊，係天嘅門啊。佢突然間對於屬靈嘅事情，對於天堂，對於屬靈嘅世界有一個新嘅領會，原來神係真嘅。第二個佢嘅反應係乜嘢呢？佢就將自己所瞓嗰個石頭枕頭呢，就所謂立為柱子啦。當然咧就係將呢個石頭呢係分別出嚟啦，立為柱子就係作為一個紀念，作一個紀念。然後呢，就將嗰啲嘅油呢，將一啲油呢倒喺上邊。嗰啲油梗係唔係特別預備噶啦，係佢平時係帶住去旅行嘅時候，可能愛嚟煮食啊，或者抹佢身體嘅油啦，就倒一啲油喺呢塊石頭上邊。係咩意思呢？意思就係分別為聖嘅意思。呢個就係佢所知道，佢所能夠表達嘅意思。就係話呢個地方咧係一個特別嘅地方，呢個地方係神顯現嘅地方，係一個神聖嘅地方。我要用呢塊石頭嚟紀念我哋今日嘅同神嘅相遇。我亦都要將呢一個嘅石頭所謂 sanctify 聖化，係澆油喺上邊，表示呢個係一個神聖嘅地方。佢好慎重睇呢件事，然後佢話呢個地方就係神嘅殿。換句説話講，佢喺樹敬拜，佢喺樹同神有咗一個嘅接觸，佢就開始咧知道神嘅真實，佢就存咗一個敬畏嘅心，將嗰個地方分別為聖。跟住落嚟咧，有一個關鍵嘅字，佢話若果神咁樣做，如果神與我同在。嗱，呢個如果神與我同在呢，我哋中文聖經話如果啦，英文都係翻譯作 if 啦，但係呢，呢個解經家呢會話俾你聽啦，係可以翻譯成為 since， 由於咁其實係合理嘅，因為點解呢？你使唔使雅各使唔使話如果你與我同在，如果你保佑我，如果你帶我翻嚟，佢唔使咁樣講啊，因為前邊神係答應咗噶嘛，你唔需要同神討價還價。如果你保佑我，如果你俾嘢我食，如果你帶我翻嚟，唔係如果啊，而係神話我會咁樣做噶。你唔需要同神喺處 bargain 討價還價，話如果你咁做呢，我就信你啦。唔係，而係話因為你咁樣答應我。Since 因為你咁樣答應我，所以你答應路上保佑我啊嘛，前邊講噶嘛，你答應係俾我食物吃衣服穿又平安翻屋企噶嘛，因為你咁樣答應我，所以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呢一個就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雅各重大的決定。一個人裏邊最大嘅決定，一生人最大嘅決定就係呢一個決定。我以你為我嘅神，我今日認識到神係真嘅，我知道神原來係同我哋人呢係有關係嘅。我要做嘅決定就係我以你
為我嘅神。呢個就係雅各一生中最重大嘅決定。佢唔單止咁，佢唔單止做呢個決定，佢仲許願喎。呢度話佢就許願，佢話我呢所立為柱子的石頭呢，呢一塊石啦，我倒咗啲油喺上邊嘅，也必作神的殿。佢係咪要起一間聖殿呢？唔係，當時仲冇聖殿嘅觀念，但係呢係有獻祭嘅觀念，係有呢一個係敬拜嘅觀念。佢話呢一塊石頭，後來嘅聖殿唔係喺嗰度起啊，但係呢，佢話呢一度必定會，我將呢個地方當係神嘅殿，意思就係話我要繼續嘅敬拜你。我所得到嘅，你將要俾我嘅財產呢，我要將1/10嚟到獻俾你。咁佢後來有冇獻到呢？我唔知道。但係佢咁樣答應神。換句説話講，佢都係將自己嘅未來嚟到交託俾神。所以佢同神之間嘅今晚嘅昨晚嘅夢嗰個嘅接觸，睇到聽到，讓佢敬畏，讓佢驚訝。亦都讓佢承認、相信、敬拜神，亦都讓佢將自己嘅未來交俾神。呢個就係佢最大嘅決定。後來雅各嘅人生，我哋今日咧時間已經差唔多咧，就唔會再講。如果你睇落去喺創世記28章咁樣繼續睇落去咧，你會睇到其實雅各嘅人生咧並不順利。到佢落去埃及嘅時候，130歲，活咗17年，147歲先至離開世界。但係當佢去到埃及嘅時候，法老王問佢：你幾多歲？我130歲。我在世嘅日子又短又苦，不如我嘅列祖。點解雅各嘅人生並不順利呢？咁當然因為雅各呢，佢自身。佢嘅欺騙哥哥，佢嘅一樣一樣咁樣嘅連鎖嘅反應，讓到佢嘅人生咧並不順利。後來佢去到哈蘭，佢遇到一個又係好靚嘅太太嚇，但係咧佢都俾呢個詭詐嘅外父啊阿拉班咧嚟到剝削佢咧20年喺度做工，10次改咗佢嘅薪水嘅價錢嚇。後來佢係逃亡出嚟嘅，因為神叫佢要走啦。後來佢返到迦南地咧，又寄居喺示劍咧，佢個女兒遇到不幸嘅事情，佢兩個仔將嗰啲城嘅嗰個城嘅冚唪唥殺晒，即係好唔順利嘅一個嘅人生。咁唔係話神要佢咁唔順利，而係咧佢自己遇到啲唔好嘅事，而佢自己咧亦都喺呢個家裏邊咧，又娶咗4個太太，咁啲。當然係會太太多，唔係一件好嘅事嚇。咁咧就有好多嘅仔，嗰啲仔又要害啊，第11個仔啊約瑟等等嘅事情發生，讓佢老年嘅時候咧失去佢所愛嘅約瑟呢個仔，有10幾年嘅時間。但係佢今日做一個明智嘅決定，佢話：我以你為我嘅神，以至於我哋請睇下一章。再睇下一章，一陣間先返嚟睇呢一個，再係啦。伯特利過咗好耐之後，伯特利呢個地方喺第31章創世記嗰度，當雅各喺拉班嘅手下受咗好多嘅叫做不公平嘅對待，神同佢講：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裏用油澆過柱子，向我許過願，現今你起來，離開這地，回你本地去吧。所以神有神嘅時候，可能雅各喺拉班嘅手下嗰種嘅叫做不得志，又或者係被剝削、被利用，生到一群嘅孩子，有幾個太太，但係佢係一個冇財產嘅人。但係神咧都係幫助佢，後來佢有咗好多嘅財產。神話俾佢聽：你返去啦，係時候返去啦。所以當我哋可能好年輕嘅時候決志信主，
但係呢個決定係我哋一生中最重大嘅決定。我哋或者都忘記啦，但係神係唔會忘記。神起碼過咗20年之後啦，同佢講：我是伯特利的神。神係唔會忘記我哋曾經將我哋嘅人生交託俾佢。神亦都因此咧係真係會嚟到看顧保守，無論我哋遇到一啲唔順利嘅事情，神都係冇忘記，神都係看顧。然後喺到佢返去迦南之後，剛剛話佢遇到一啲唔好嘅事情，神又同佢講35章第1節話：神對雅各說，起來上伯特利去，住在那裏，要在那裏築一座壇給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掃的時候向你顯現的那位。所以伯特利對於雅各嘅人生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地方，就係佢喺嗰度決志我以神為我嘅神嘅地方，以至於佢一生當中神係保守佢、看顧佢。其實仲有一段經文呢，我就冇打出嚟咧。上一次呢，講約瑟嘅時候呢講過嘅，就係後來雅各同阿約瑟話，佢話願我祖亞伯拉罕和我父親所侍奉嘅神，就是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神。原來神因為雅各嘅決志，一生喺處牧養佢。當時雅各講嗰句說話嘅時候，已經差唔多要離開世界㗎喇。所以我哋唔好忘記，我哋曾經係決志係以神讓我哋嘅神。當我哋唔知道好多事情嘅時候，神向我哋顯出佢嘅真實。神話要賜福俾我哋，而我哋嘅回應如果話神，因為你咁樣講，所以我以你為我嘅神。我哋唔好忘記起初所信嘅，我哋要記住伯特利呢一個我哋同神嘅委身同埋交託。如果我哋曾經將我哋嘅人生交託俾神，後來又唔記得咗，而家係我哋從神對雅各講呢句說話裏邊有所反省嘅時候，佢話起來上伯特利，喺嗰度築一座壇，就係俾你嘅神，就係曾經喺你嗰個時候逃避你哥哥嘅時候向你顯現嘅嗰一位神。呢一個重大嘅決定，讓神成為佢嘅牧者，一生帶領佢喺好多佢自己嘅疏忽錯誤裏邊，神都係保守咗佢。後來雅各嘅結局呢係好嘅，因為佢個仔係約瑟係奉養佢喺埃及嘅。我哋請翻前邊嗰一張啦，喺美國曾經有一個嘅收音機嘅廣播嘅節目呢，叫做 The Hour of Decision。咁呢，我就冇聽過啦。嗰時候呢，我冇聽過，但係呢係好有名，就係呢一個葛培理喺1950年開始嘅一個每個禮拜有半小時嘅廣播嘅節目，叫做 Hour of Decision， 只有30分鐘嘅啫。咁呢，直至到2016年先至冇咗嚇。咁呢個 Hour of Decision 呢係非常之，我相信係發生咗好大好大嘅影響，對美國發生咗好大嘅影響。就係佢裏邊呢只有半小時，咁我讀一段俾大家聽，要知道呢佢會有幾大嘅影響。佢曾經呢，佢往往喺佢嘅廣播節目裏邊就咁樣講嘅。佢話：你正站在人生嘅十字路口，一條路通向生命、平安與在基督裏的赦免，另一條路呢，就通向虛空與神隔絕。呢個係你要作抉擇嘅時刻啦。所以嗰個節目叫 Hour of Decision， 就係抉擇的時刻。呢句説話呢，喺呢個節目裏邊經常嘅，佢會作為一個開始，亦都作為一個嘅結尾啊！親愛嘅朋友，人生係由無數嘅抉擇所組成。每一日我哋都要決定要着咩衫，去邊度，要講啲咩説話。但係人生中最重要嘅抉擇，就係我哋點樣去回應耶穌基督。雅各
嗰晚遇到神，佢嘅決定係啱嘅。由於呢個決定，佢以後嘅人生，神當佢遇到困難嘅時候，神就嚟救佢，神就嚟話俾佢聽：你翻去啦，翻去伯特利，喺嗰度築壇獻祭，喺嗰度過住一個敬拜神嘅生活。呢一切都係由佢做一個正確嘅決定嚟到開始。我哋請睇落去啦。呢一個睇完啦，最後冇啦，就係今日我哋作為一個嘅結論，一個嘅重大嘅決定，可以得到啲咩嘅結論呢？就係我哋都可以好似雅各一樣，將我哋嘅未來交託俾神，讓神嚟到帶領我哋。另一個就係話，無論喺咩環境，都唔好忘記伯特利，唔好忘記神係我哋嘅神。我哋靠住神嘅應許，相信神嘅應許，去度過我哋人生種種嘅經歷。神係唔會離棄我哋，所以願呢個重大嘅決定呢，都係時刻喺我哋裏邊係更新。我哋時時返到去主嘅面前，我哋請一齊祈禱。主耶穌，我哋多謝你，讚美你。無論喺我哋生命嘅咩嘅階段，或係年少嘅時候，或者成年之後，能夠聽到主耶穌你愛嘅聲音，聽到主你救恩嘅信息，以至於我哋得到聖靈嘅感動，我哋接受耶穌做我哋嘅救主。主啊，在我哋一生中，你牧養我哋，看顧我哋。求主提醒我哋，如同你提醒雅各，就係話起來上伯特利去，在那裏築一座壇，讓我哋時時與主有一個嘅親密嘅關係，直至到主你嘅賜福、你嘅美意成全喺我哋身上。求主帶領，求主成就你嘅應許喺每一位你嘅兒女嘅身上。奉主耶穌嘅名禱告。阿門。